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係星期二啊，4月22號。今晚呢賽事係比較少嘅，不過都有英超啊、西甲啊、法甲啊嗰啲賽事嘅。我今晚揀三隊出嚟提供俾大家參考一下。有西甲啦。巴塞隆拿對馬洛卡啦，法甲啦，南特對巴黎聖日門啦，仲有一隊葡杯嘅，里奧亞維對住士砵亭。首先呢，就法甲南特對住巴黎，南特呢，而家仲要係保組嘅，就喺主場面對住巴黎。巴黎呢就已經基本上可以肯定係奪得聯賽嘅冠軍㗎啦。而家去到客場-1.25比南特，睇下佢會唔會留力過幾日打歐冠杯。所以呢場睇好南特有機會守得住巴黎嘅，或者唔輸過兩球嘅。我提供南特俾大家。到西甲啦，巴塞對住馬洛卡。巴塞呢就係而家呢就係讓到1.75嘅。巴塞而家個聯賽呢就排行第一，都好大機會攞冠軍㗎啦。最後仲有幾場。反觀馬洛卡呢，睇下能唔能夠保住嗰個歐會杯。而家巴塞主場讓到係1.75嘅。我呢場睇好少少馬洛卡能夠守得住巴塞，唔會輸到兩球或以上俾巴塞。另外一隊呢，就係葡杯啊，里奧亞維主場面對士砵亭。士砵亭呢，就上個回合呢，就係主場2-0擊敗里奧亞維。而家去到客場都要-1.25，而家就褪咗盤嘅。反觀里奧亞維，睇下可唔可以主場能夠守得住，甚至可以有機會擊敗士砵亭。今晚我就提供呢場里奧亞維能夠守得住士砵亭嘅攻勢。喜歡我個頻道呢，就點讚，關注一下，轉發俾大家。希望大家好運。今日就去到呢度，聽日再見，好嘛？拜拜。